又来看小狗了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前面这里有小狗啊。好不好，就要看母狗的基因好不好了。大家刚才也看见了啊，这头母狗是五短身材、小耳朵的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狗啊，这头小狗大家看一下，这条就是真正的虎头猫耳了啊。这条是公狗啊，大家看一下胡渣也比较大，头发也漂亮，身材也是很漂亮的啊。这种也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，是一种很古老的犬种。在南方，我们小时候经常遇到这种小狗，但是现在像这种这么漂亮的小狗已经很稀有了啊，大部分都是长耳朵的，像这种虎头猫耳、短耳朵的已经很稀有了。这种狗它生活在南方，不知道北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小狗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